條褲真係好正，佢每日着8個鐘，連續着8日就已經可以有燃燒脂肪嘅效果。所以今次咧行山咧，我都帶着住佢出嚟行山，同埋咧佢3隻顏色，黑色、藍色同埋粉紅色，每一隻色都係好靚。喂，呢隻色如果你做瑜伽咧，我諗係真係打卡必備啊！好難得咧，佢係粉紅色可以做到咁靚啊！隻色溫柔可人嘅顏色，佢有少少帶點好似玫瑰粉咁啊，同埋佢本身入邊咧有透明質酸，所以咧其實可以一路行一路保護我哋嘅雙腿，當個腳咧敷緊 mask 咁添啊！同埋佢有薰衣草精油，其實咧佢手洗300次咧，佢就冇咗嗰個功效啊！冇咗功效之後咧，當佢一個普通 legging 咁就，所以成日性價比非常之高。當你每日着住佢，其實你呢條褲可以着足1年啊！但係如果你買3隻顏色不同配搭嘅話，其實 total 可以着3年添啊！